愛爾利集團的偷翕案，這創辦人尚如山、生意長的一個特助，也閣有生意家的廠商3個人，即馬攏是羈押禁見。台北市政府是來宣布啟動反健康欺詐專案，針對着醫美的診所、三溫暖，也閣有體育場館等等，要來進行欺詐。市長蔣萬安是強調講，只要查到，絕對會嚴格來處理。衛生局人員佇診所來回詳細檢查，台北市啟動為期2禮拜的反健康欺詐專案。衛生局對醫美診所、商業處對三溫暖業者、體育局對體育場館，佇警局派人以專業設備的幫助下，進行反健康偵查現地欺詐。我們絕對不容許任何違法針孔偷拍、侵害市民隱私權的任何行為，只要當場查到，我們一定即刻進入相關的行政裁罰流程。同時，警察會立即的查扣、搜證，移送法辦。警察局跟衛生局這邊會一起協同，針對轄內的醫美診所、美容瘦身中心等等進行擴大反針孔的專案稽查。那稽查結果呢，也會在最快的時間內公布。愛爾利集團通波繼續在燒，雖然集團已經發聲明，甲所有消費者、會員和社會大眾會失禮，上時嘛公布全面退費，先預約登記，會由專門的窗仔口提供協助甲說明。公司聲明強調，退費是限制伫業未進行的課程，有受害消費者指出，其中包括無合理的條款，你若要愛退錢，就要放棄民事甲刑事的請求權。如果您在沒有當下拿到現金退款的狀況，然後同時接受這種拋棄民刑事請求權的要求，等於說你可能又沒辦法拿到退款，然後又會被就是阻礙你後續的主張。但我覺得是在沒有明確告知，然後裝針孔，這個我沒有辦法接受，信任已經瓦解了。行政院蕭寶官表示，目前已經接到295件線頂申訴，申訴內容主要是解約退費，佮提出損害賠償。若檢方偵辦的上新進度，具體愛爾利創辦人尚如山、社長的特助，佮姓謝的廠商3個人到案，以妨害秘密等罪嫌偵辦，法院佇初7半暝裁定羈押禁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